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勞力士 Datejust 126233。勞力士 Datejust 於1945年問世，係世界上首款喺3點鐘位置設置日曆槍嘅自動上鏈防水天文台腕錶，並因此而得名。Datejust 革新咗腕錶嘅日曆顯示，傳統嘅日曆錶喺外圈上面有一個日曆圈，並由指針指出日期。勞力士喺 Datejust 嘅3點鐘位置設置咗日曆槍，由日曆盤顯示時間。其後呢個設計喺製錶業中獲廣泛使用。呢款腕錶凝聚咗勞力士當時所有重大創新嘅發明，奠定咗現代腕錶發展嘅里程碑。126233腕錶，錶殼由黃金鋼打造，錶徑36毫米，搭配咗全新嘅棕櫚葉圖案錶面。棕櫚葉圖案令人聯想到茂密而充滿生機嘅熱帶森林。根據美國《華人》雜誌報導，錶面上嘅圖案係採用咗飛秒激光技術製成嘅。呢一種激光技術目前亦都廣泛運用於醫學上，例如白內障手術等等。3點鐘嘅位置設置有小窗凸透鏡，可以方便讀取日曆。鑲構咗上鏈錶冠，具備咗勞力士雙重防水系統。喺錶帶方面，搭配咗紀念型錶帶，係勞力士喺1945年為 Datejust 專門設計嘅一款錶帶。126233腕錶由3235自動上鏈機芯提供動力，動力儲存約70小時。呢枚機芯全面體現咗勞力士嘅創新技術，喺精準可靠、動力儲備、抗震防磁以及方便使用等方面作出咗進一步嘅提升。呢款咁精彩嘅126233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